好来，继续来到屏东一个庆炮的通缉犯，昨出现伫个南州乡一个农地。东港分局的员警早就来掌握到伊的行踪，马上处罚掠人。但是这个嫌犯不爱配合，搁马库来冲浪。员警是开42枪来回击，最后卡破车窗掠人，查到毒品甲非法的枪支，移送到地检署来侦办。这个掠人的过程有3个员警来受伤。这段开枪追捕嫌犯的画面马现光了，真正是惊险万分。200股。这个自用被包围嫌犯，不管员警已经举枪伫甲花，搁洗目骨，拍算要弄员警惊险的事情。小心！现场拢是枪声，嫌犯依然无要配合，警方继续开枪，为连啊一直扫射，前后总共开42枪，敲破玻璃，将人拖落车。你的股票啊，真枪！几分钟围捕过程真正互人会惊，10外个警察全副武装对付嫌犯，其中3人因为安尼受伤，2个手和玻璃刮着伤，另外1个是弄着砍。因为从11点多到现在还没有时间去医院啊，破窗的时候被玻璃喷，然后有一位是脚被他那个在跑的时候，因为那个保险杆掉了，被保险杆整个去拉到。木条大门拢歪去，嫌犯驶的车头拢甲害了，车门钣金拢是枪支孔。昨中昼，屏东东港分局侦查队总共11个警力，全副武装到南州一个牧场，围捕这名姓李的庆炮通缉犯。嫌犯真恶质，无要配合，搁赛车弄警方。当时侦查队长甲一个队员直接枪拔出来，连开42枪，才将这个嫌犯制服。除查获李贤持有非法枪弹外，并起获毒品等赃证物。全案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。姓李的通缉犯被抓到了后，伊的身躯抄到依托米子等等的毒品，佮一支底枪甲一支虚枪，7粒枪支。伊非法持有枪弹、毒品，佮赛车要弄员警，拍算要逃走。警方开几10枪，才甲抓到，秘书是电影的枪战的画面，互人心惊胆寒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